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聊一聊神药。如果说我们中国有那么一种药，每当有危难的时候，它就挺身而出，拯救百姓如水火之中。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都有它的身影。无论是你自己买，还是街道政府送给你，还是单位买，还是朋友买了送给你，总之它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这就是莲花清瘟胶囊，说它是中国的神药，可以说一点都不为过。每到关键的时候，它就挺身而出，顶住了美西方什么辉瑞什么他们研发的那些药，让我们自主的药品牌也有一席之地。那今天我们聊一聊这款神药。但是如果从销量来看，从利润来看，这个火了22年的神药似乎也卖不动了，走下了神坛。仅从它的销量和利润来看，它已经走下神坛。至于它以后还会不会再一次临危受命，这个不好说了。为什么说这个？在这个春节，女明星大 S 因为流感并发肺炎，最终因败血症在日本去世在众多影迷粉丝痛惜的同时，流感再次引爆热搜。冬春季节流感高发，不少省份都发了自己流感中医药防治指导方案。各种防治指导方案，咱们在口罩期间已经领略了它的威力。那么各个省对这种流感也有自己的这个中医药防治指导方案，有170多个中成药获得了推荐，这其中获得3个省份以上推荐的药中成药有36种。那么获得推荐省份最多的，那是当之无愧的神药莲花清瘟，推荐省份近10个，也就是有10个省份它的流感中医药防治指导方案里面都有莲花清瘟。我记得有首诗，单书12卷，卷卷有言明这个是单书36卷，卷卷有莲花清瘟胶囊。其实每到这个季节都是莲花清瘟的旺季，按照以往的套路应该是争抢卖断货，但是现在神药也卖不动了。莲花清瘟的独家出品方以岭药业现在主要是清库存，连这个神药都要清库存，你说上哪儿说理去？根据业绩快报，2024年以岭药业2024年预计亏损6到8个亿，就这样的药它居然还亏损6到8个亿，而去年同期盈利13.5亿，差距极大呀。那网友就要问了，为什么神药2024年居然还亏损6到8个亿呢？以岭药业给出了理由之一是部分呼吸系统产品临近有效期。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药快过期了。你说这真是邪了大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1亿元秒杀到了莲花清瘟，加上平台优惠，最终支付只有1分钱。能这么便宜，主要是因为有效期只到2025年5月份。就在莲花清瘟清库存的同时，售价200多的马巴洛沙韦正在被疯抢。按照克重价来算，马巴洛沙韦1克的单价大约5600元，按现在的金价来算，大约能买6克多的黄金。一边是6克多的黄金，一边是连白菜价都不如1分钱，这是为什么？神药不神了吗？神药跌下神坛了吗？卖了22年，从 SARS 到甲流都能对抗的神药，为啥就失宠了呢？莲花清瘟的故事，市面上各种小作文都说过，但是神药作用多大呢？一直存在争议。药物机理略显神秘，而无院士的中医闹病体系，普通人就更难识其真妙之处了。简单点说，就说了你也听不懂，谁让你是普通人。但是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公开的药物机理、临床数据、不良反应、药物间禁忌等一些患者的要求明确，你得让我知道它有用以及为啥有用。这就导致神药原来的术式体系已经不管用了，打情怀也不管用了。消费者、患者希望明明白白，你这个药到底怎么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其实也不只是莲花清瘟，各种神药大单品似乎都在逐渐失宠。获得3个省份以上推荐的36种流感药品种，在2023年3大中专6大市场销售额超过10亿的就有12种，超过15亿的有8种，其中不乏大单品安宫牛黄丸销售额60亿，莲花清瘟颗粒加胶囊合计37亿，普地蓝消炎口服液29亿，藿香正气口服液27
亿。安宫牛黄丸虽然获得推荐，但主打不是流感，莲花清瘟预亏已经是板上钉钉。济川药业和上海凯宝还没有预告业绩，但是前3季度营收分别下降11%和3%。藿香正气口服液非独家药品，但是市占率较高的太极集团2024年净利润同比降幅达到81%，因胃肠感冒类药物销量下降。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化药集采过后，大家对于中成药的怨气比较大，甚至形成了化药治病、中成药创收的刻板印象，也就是中成药是收割用的、割韭菜的，以至于在对待药物的态度上也开始产生极端化。说举个例子，2024年药店零售端卖的最好的感冒灵颗粒，3个季度卖了20亿。感冒灵是不是中成药呢？因为它除了中药外，还添加了咖啡因、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等化药成分，有效成分到底是中药还是化药，至今都有争议。那这个有什么好说的？你把这个西药加点乱七八糟什么颗粒、什么树叶子、树根、树茎，你说你这个能治病，那你说怎么说得清？这个在中医药行业里面，这个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个秘密，都这么干。我现在研发一种治感冒的药，用布洛芬碾碎了，倒在凉白开里面，但是这个凉白开不是一般的凉白开，它是无根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中药，肯定能治感冒，缓解你的这个症状和痛苦。而整个中药行业业绩分化也比较严重，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头部中药企业活得比较滋润，东阿阿胶、片仔癀、江中药业净利润仍在增长，但是预亏的中药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现在已经16家，预亏金额70亿，而机构预计预亏的企业要高达22家，而且这种分化的趋势越来越大。第一个，第3批中成药集采3000多个品种中，只有175个品种拟中标。第二个，非独家品种降价能达到95%，但是独家品种议价就难。 Top 50中成药有34个独家。第三个，公众对于医药的认知在进步，并逐渐打破传统神药信仰。有很多患者在医院还有家属对中药是非常排斥的。2024年的最后一天，中药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李嘉诚完成了一次大撤退。和黄医药公告出售上海和黄药业45%的股份，套现6.08亿美元，约合45亿元人民币。天眼查信息显示，上海和药是上海医药和和黄医药组建的中药合资企业，双方各占50%股份。这次交易完成，和黄医药仅剩下5%的股份。这个李嘉诚、李超人在2000年进入中医药领域，在内地的业务通过合资完成。上海医药、同仁堂、白云山都是他的合作伙伴。但是最近几年也开始撤资套现，套现的钱要干嘛呢？聚焦核心主业，发现全球开发和商业化治疗癌症和免疫性疾病之靶向药和免疫疗法。本来李嘉诚入股中药是想做中药国际化的，结果没有结果，反倒是化药创新药取得突破，并且成功出海，在欧美日。所以这两项一对比，李超人全面转向创新药的选择也就不意外了。实际上这种神药慢慢的走下神坛，这是反映了患者、消费者、群众越来越走向理性。有一句口号说得好，西医是科学，中医是文化。我记得在口罩期间咱们介绍过莲花清瘟胶囊，这个莲花清瘟胶囊它是怎么出来的，我还是比较清楚的。2003年非典期间呢，这个莲花清瘟胶囊的发明人也是这个以岭药业的实际控制人，应该叫吴以岭院士啊，他好像是从石家庄到北京参加两会，大家还有印象吧？就非典是突然是春节之后爆发，应该3月份，那正好两会嘛。他下了飞机之后，他听说非典爆发，因为他是医药界的专家，他又是发明的中药的大拿，他一通过这个中医理论对非典这种症状表象他有个了解，他立马打电话要求以岭药业赶紧去研制专门针对非典这种症状的。但是中医那一套理论咱就不说了，什么肺什么湿热一大堆的啊。也就是说，吴以岭院士当初要研发这个莲花清瘟胶囊是用来针对非典的。但是非典跟这个新冠不一样，非典一共只持续了3-4个月吧，我的印象里好像到了6月份天一热之后自然就好像没有了，突然就来无影去无踪。那新冠对吧，搞了3年多，也就是说它莲花清瘟
胶囊刚搞出来就战斗已经结束了，所以说他那玩意儿对非典有没有用不知道。结果10几年以后，将近20年，新冠来了，这个莲花清瘟胶囊摇身一变又变成抗新冠的药。这中间抗感冒咱就不说了。那么在3年口罩期间，这个莲花清瘟表现大家都知道，这里面还有一桩公案，就是加藤老师玩命的推荐这些中成药，莲花清瘟国产药，很多正能量都推荐莲花清瘟胶囊。莲花清瘟不还有人给莲花清瘟代言吗？但是当加藤老师感觉到北京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不得不做出预防，他要提前准备。按照理论上说，加藤老师应该备上1箱莲花清瘟胶囊就够了，他应该有这个能力。但是加藤老师偏偏觉得1箱莲花清瘟胶囊还不够，还是需要辉瑞的派特西韦，总之要外国的药。但是他苦没有渠道，他搞不到这药啊。那时候这个药多紧俏，他灵机一动，突然想起了他的老朋友何作修院士。因为何作修院士他是中科院的院士啊，他90多岁了，加藤老师脑袋一撞，觉得机会来了。作为中科院院士，那国家肯定得管他。然后专门的新冠特效药不就是专门针对治疗重症的吗？是叫派特西韦。那加藤老师一想，那何作修院士那儿，他夫妻俩人都90岁了，90多，那国家一定会给他备了这个特效药，所以他跑去啊，本来想顺点特效药回来，结果跑去一看，根本就没有，还是莲花清瘟胶囊，所以加藤老师就破防了，回来就微博上大骂。但是这个何作修院士一下就被夹住了，他没想到加藤老师来目的是干这个，他还以为加藤老师为他关心他，为他打不平。实际上中科院对何作修是照顾有加，所以加藤老师在网上这么一闹之后，人家中科院就不干了，立马给这个何作修院士打电话。何作修一看，你这家头没安好心，拿着我做幌子，实际上想骗药，所以决裂。从此何作修院士就走上了专撕加藤老师画皮的这么一条路，有事没事就剥一下加藤老师的皮。你看看，这一切都是莲花清瘟惹的祸，一有什么大的事情，莲花清瘟就上了，就是特效药，你说上哪儿说理去？这些本身就是某种形式上的智商税，由于长期收智商税，人民群众的智商也是越来越高，所以他收智商税就越来越难，所以这些神药慢慢的走下神坛，非常正常。这个实际上都不是钱不钱的事，是你耽误病情呐。我以前有个观点，也就是当咱们的药跟国外的药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对某种病国外药也就那样，疗效也很一般，都是靠蒙。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中医选一个中药出来跟它抗衡，都是割韭菜，你割我也割，你不能让你一个人割。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推出莲花清瘟胶囊可以，因为你没有替代品呢，别的药比这还差，那你为什么用别的药？那这大部分利润钱都让外资赚走了，这也不合适，因为效果反正都一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推出莲花清瘟胶囊可以，纯粹就是收智商税。但是特效药出来了，在实践上证明它都有用，你这个时候再自欺欺人就没意思了，那就是耽误自己病情，不应该对吧？再自欺欺人。实际上莲花清瘟胶囊到现在还在清口罩期间的库存，到底发生什么了？为什么连卖带送带摊派，地方政府集采，每家每户送，就这样到现在它还有库存？这个确实不好理解。就是说当时它规划错了，生产的量太大，每个人每个月吃2年都没吃完，说明当时以岭药业动员了多少物资和力量，人力物力财力，要生产多少莲花清瘟胶囊颗粒，准备供全国人民吃。大家还记得吧？好像口罩期间后来突然放开之后，感冒药发烧药就是退烧药买不到，布洛芬买不到，还有印象吗？我在想以岭药业恐怕那个时候莲花清瘟疯狂的生产，库存太多，到现在都卖不掉，而且马上就要过期了。说到这个中成药，我们就不能不聊一聊医保。最近网上有人反映，很多药店刷医保你可以买华为智能手表，这个就有意思。2025年春节前夕，好几个城市上演了一幕幕魔幻现实，药店门口排起长龙，人们争相刷卡购买的竟不是药品，而是标价2988元的华为第2智能手表，这个可真不便宜，2988呀！在上海某药店，预约名单已排到500人开外，广州药店甚至需要拍视频证明本人购买。宁波市民为抢购专程跨城刷卡，网上分享刷医保买华为手表的帖子，一搜一大堆。这网上还有人分享的，小红书上面用医保卡
买华为第2智能手表。这场狂欢的背后是刷医保买智能手表引发全民大讨论，争议焦点直指2个灵魂拷问：个人账户里的钱究竟算不算自己的钱？兼具血压监测与微信支付功能的智能手表到底是医疗器械还是消费电子产品？从政策层面看，华为手表确实拿到了通行证，这款产品2024年8月获得广东省药监局2类医疗器械认证，符合国家医保局关入个人账户可用于购买医疗器械的规定。在上海、湖南等地政策中，明确将血压计等设备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而华为手表注册名称正是万步动态血压记录仪。你看看，怪不得华为手表销量高，人家摸准了政策的动向脉搏。我这不是手表，我这是万步动态血压记录仪，就问你服不服？变成血压记录仪，那它就不是手表了，它属于医疗器械，就可以走医保，就可以在药店刷你个人医保把它买走。功能边界争议，华为手表虽然具备医疗级血压监测功能，但其蓝牙通话、移动支付等附加功能占比超 70%。有网友调侃啊，这相当于用医保买了台能监测血压的智能手机。第二个，价格监管空白，同款手表药店售价较官网溢价200到1000元，深圳某药店甚至拆解支付额度，地域执行差异。当上海市民排队抢购时，宁波医保局认为附加功能过多，可能偏离医疗本质，于是民间出现了撕裂的民意，个人权益占公共福祉。支持方认为这是个人账户的合理使用，每月从工资扣的钱总比账户资金闲置贬值强，买手表还能预防高血压。而数据显示啊，35岁以下购买者占比 62%， 多为给父母购买健康监测设备。反对方则担忧医保资金泛化风险。安徽大学王云飞教授指出，当3000元手表进入医保，真正需要抗癌药的患者可能面临资金缺口。医疗战略专家赵恒测算，若全国 10% 参保人购买，将消耗个人账户资金超1000亿，相当于2024年全国医保结余的 15%。 实际上这就叫不停的挑战底线。今天你能买智能手表，那明天能不能用医保买美容仪？这不是一款手表的事，这涉及到医保资金怎么使用的问题。本来医保资金就缺，有人说这是花的是个人账户里面的钱，如果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买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不把钱发给人家？我想买啥买啥。我个人账户里面的钱，你为什么限定我只能买这个或者买那个？这种就是垄断了。这个主要反映几个矛盾，一个是技术进步，如政策滞后的冲突。目前啊，智能设备技术飞速发展，正模糊医疗与消费的边界。小米、苹果等品牌都在申请械字号，也就是这些手机都把自己打扮成医疗器械。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功能医疗设备，但现行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仍以单一功能设备为主，缺乏复合型产品的界定标准。第二个，地方探索与全国统筹的博弈。广东、上海等地为盘活个人账户，不断扩展支付范围，而中西部省份更倾向于保守策略。这种差异导致医保套利现象。浙江市民组团到上海刷卡购买，再转卖获利。三是个人自由与公众属性的撕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具有特殊双重属性，来源上属于个人工资积累，管理上纳入医保资金池，这个属于私钱公管，也就是我把我的钱给别人给大头去管，使得每次支付范围调整都伴随巨大争议。那怎么破局呢？没有办法破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实际上这种争议本质上是技术进步对传统医疗体系的压力测试。这个就反映什么？反映我们个人的工资被扣走一块，在医保的个人账户里面，但是这个钱使用理论上它权利属于是我的，但是我又不能自由的使用，只能去买药或者买什么东西。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要买药啊？那些大部分个人医疗账户的钱是沉淀资金，就放在那不能用受限。所以这个时候出来一个电子产品啊，什么手表，那大家趋之若鹜，都要去换，都要去买，因为你这个钱不买白不买，浪费了放在这。就是医保呢，个人账户的钱到底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必须要搞医保个人账户？如果说个人账户是迫不得已必须要搞，那为什么不允许人花上面的钱，非得买手表才能套现？华为手表也是国货之光，这个莲花清瘟在某种程度上效果类似啊，都是割韭菜专用。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